上年聖誕節假期去咗2日1夜深圳小旅行，入住位於深圳南山區酒店漢豪酒店，行商場、玩推幣、搭公仔，輕鬆由深圳灣入福田返港2日遊。Let's go！ 過咗關之後，坐2個站去到後海食午餐。除咗之前介紹過嘅後海匯 Kaleido， 萬象城2期已經正式開幕，選擇更多。今日午餐就係後海匯松鶴樓蘇式麵館。深圳都有好多分店，人均消費約60人民幣。當日係工作日，有特價套餐，額外要左蟹黃小籠包，簡簡單單，味道唔錯㗎。食飽去咗隔離 Kaleido 玩下行下，依家開咗永輝超市 Miniso， 比以前急行，方便補給。每次都會去呢間愛吉樂潮玩夾下公仔、推金幣，雖然唔係好多機種，但人少，玩得舒服。可惜最近7月去已經結業啦。推金幣真係超級消磨時間。玩下玩下就1個鐘，係時候去 check in 啦。今次入住南山漢豪酒店，位於大新站。出站後行3分鐘左右就到，非常就腳。過嚟嘅話，深圳灣會係最近嘅口岸。到站後向 A 出口出站，扶手梯出地面後向右轉。會經過 KFC， 肚餓都唔怕。第一個轉角轉入去，直行就會見到酒店。呢間酒店規模唔大 ，check-in lobby 比較細，簡單都有個休息區可以坐下嘅。房間經 Trip.com 訂嘅，睇返近期房價。3位成人1晚，最低由港幣653起。根據需要可以選擇唔同組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次入住係鴨親子房，3個成人入住都可以。入門口會見到洗手盤位置，洗手間係對面，乾濕分離。房間有1張雙人床，1張單人床，仲有張長梳化同書台。喺最入面有個小朋友帳篷，好可愛嘅鴨仔。電視機應該都有50吋，但只收到內地電視台。有個小雪櫃，有贈送罐裝汽水。另外有咖啡、茶包、樽裝水。房間都唔錯，乾淨企理，設備都齊全。休息咗陣就 call 車去新安公園嘅海雅繽紛城，目標係深圳唯一嘅 Miniso Friends。佢係華南首間官方旗艦店。佔地2層，約2萬尺。匯集逾80個全球人氣 IP。迪士尼、Samuel、Chikawa。公仔、盲盒到美妝日用品應有盡有。隨便入咗間韓國菜食晚餐，味道不過不失，100人民幣左右就無要求啦。再去埋寶安1方城，睇下動漫產品就返酒店啦。
返嚟就係為咗享用酒店宵夜，一碗水餃，一碗湯麵，滿足感就結束一日。